今次咧帶大家嚟到太子花墟呢一度玩遊戲啊！我知道大家平時咧都會識得嚟呢一度去買花啦，或者去種植一啲嘅植物。原來咧最近呢度間鋪頭叫繽紛，佢除咗咧可以買植物之外咧，亦都有拍賣植物㗎喎。咁咧每一日5點鐘咧就有呢個1蚊拍賣嘅遊戲啦。咁我覺得咧都係非常之有趣同埋一個好好嘅體驗啊！小朋友除咗可以認識唔同嘅植物，喺種植嘅過程中，亦都可以陶冶性情，培養佢哋嘅耐性同埋責任感。而拍賣遊戲呢，更加可以訓練到小朋友點樣去善用金錢，同埋咧珍惜每一樣嘅物品。建議家長俾港幣20蚊現金小朋友去參與呢個遊戲，咁樣小朋友就可以好清楚見到自己手頭上有幾多錢啦，剩低幾多錢啦，點樣去運用呢一啲錢。其實過程中呢，除咗訓練小朋友理財呢個概念啦，亦都係咧訓練緊佢啲解難能力，點樣好好咧去運用剩低嘅錢。去拍賣到